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雅歌呢本書。可能有啲教友會覺得呢本書有啲太直白，甚至有啲害羞，唔係成日會引用。不過，既然佢係聖經嘅一部分，作為教友，我哋都值得去了解一下，係咪呀？雅歌係舊約聖經其中一卷好特別、好優美嘅書卷。表面上睇，佢係一首超級浪漫嘅愛情詩。但係喺神學同靈修層面上，佢其實有住好深層嘅象徵意義。表面上嚟講，雅歌係描述緊一對情侶之間嘅對話，充滿咗對彼此容貌、氣味嘅讚美，以及對愛情嘅渴望、尋找同結合。佢毫無保留咁歌頌人間嘅親密關係，提醒我哋男女之間純潔忠貞嘅愛係神聖同美好嘅。但係喺天主教會嘅傳統入面，雅歌從來都唔只係一首普通嘅情詩，而係一個神聖嘅隱喻。新郎象徵天主或者耶穌基督，而新娘就象徵以色列子民、天主嘅教會以及每一個信徒嘅靈魂。所以男女之間嗰種熾熱、忠貞、至死不渝嘅愛，正正反映緊天主對人類嗰份無條件渴望同我哋深層親近嘅愛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講男女情愛嘅書可以入到聖經正典呢？天主教會認為，正因為人類嘅愛情係天主創造嘅，所以愛情本身就帶有天主嘅印記。雅歌話俾我哋知，肉體嘅愛同靈性嘅愛並唔係對立嘅。當男女之愛係建基於尊重、忠貞同自我奉獻時，佢本身就係天主大愛嘅一個縮影。我哋睇呢本書唔係為咗學點樣拍拖，而係透過人間最極致嘅愛情體驗，去想象同體會天主對我哋嗰份至死不渝嘅心情。雅歌係一本關於渴望同結合嘅書，提醒大家，天主唔係一個冷冰冰嘅概念，而係一位渴望同你建立親密關係嘅良人。有時間嘅話，不妨放低有色眼鏡，嘗試用呢個角度去讀下雅歌，你會發現天主愛我哋嘅方式比我哋想象中更加深情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想了解更多關於福音嘅資訊，可以撳下面嘅鏈接睇下。